后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林义景提案修正《两华人民关系条例》，讲要改名改做台湾甲中国的关系，而且主张甲国家统一前这个字眼来删除，引发着国民党的批评，讲这是来点到着法理台独的风险。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阁来压料，讲引发着争议了后，这提案已经点点撤回了。林义景办公室是请国民党停止做谣言，讲这个人事还阁继续来推动，而且根本都无成案，哪有需要撤案的？如果林义景还要否认的话，那没关系，欢迎他提告。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公开下证书，对面册电话压料，针对民进党立委林义景的提案，修正《两华人民关系条例》，那改名改做台湾甲中国关系，各态度国家统一前的相关内容，得到超过20位当值的立委人数，所干那伫咧引发争议后，就点起。林义景办公室强硬回击，叫国民党卖个生活，公布法案上新的进度，那继续推动人数。因为法案牵涉的范围太宽，所以需要完整的修法时间。何况到也未成案，是免怎提案？如果立可带这个涂掉你的送案记录，不叫撤案啊，我们接受了，好，我们接受了哈。但你只要告诉大家，你有没有立可带把送案记录涂掉？我们每一位委员都会有自己的提案的进度。那林委员他已经很清楚的澄清了，没有提案何来撤案？民进党内也强调会听各方意见，是讲国民党将修两华条例甲国际情势看做伙。川普总统眼巴巴的期待4月份要跟习近平见面，台湾搞这种飞机，美国出手拦阻嘛？我个人都高度的质疑啦。这个案子是赖清德授意林义景提的。大家操作很多以美论、弃台论，我想很多政治的操作，我们不要来进入中共的叙事。中国的国台办也呛讲，台党分裂的势力哪敢卡着红线对荷兰请求，法律的攻防战也引起着两派对立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